聖若瑟大學1月6號舉行羅致國羅李靈桂圖書館開幕儀式，新圖書館捐贈者羅李靈桂夫人、羅掌權博士以及一眾羅氏家族成員、校監李賓生主教、校長麥士文教授、副校長張曙光教授同龍允琪博士、總務長蘇輝道博士以及行政人員及師生出席。當日先由校長麥士文教授致辭，佢對羅李靈桂夫人以及其已故丈夫羅致國先生嘅慷慨捐助表示感謝。佢認為圖書館係大學嘅心臟同思想，係知識同學習資源嘅存儲、詢問同分享嘅地方。新嘅圖書館位於校園嘅中心位置，係標誌住聖大對追求真理嘅承諾。喺羅李靈桂夫人、羅掌權博士連同李賓生主教為圖書館進行揭牌儀式後，李賓生主教主持祝聖禮儀。最後，由圖書館捐助者代表羅慧文女士致辭。佢表示，佢嘅父母一直支持教育，並認為教育係每個人通往光明未來嘅通行證。因此，佢哋對教育給予最大嘅關注同投資，並希望呢個圖書館可以讓教職員、學生同研究人員對知識追求得到答案。位於聖大青州校舍嘅羅致國羅李靈桂圖書館，館藏達超過90萬項，其中包括12萬項實體書籍同其他印刷資料，以及80萬項數碼資料。圖書館除供聖大學生及教職員使用外，亦設有校外讀者計劃。訪客喺聖大圖書館進行訪客預約申請後，可於圖書館開放時間預約使用。有關聖大圖書館嘅詳情，可瀏覽聖大圖書館網站。